科技日新月異，但究竟點樣打造真正有意義嘅智慧校園？係裝備最先進嘅設備，定係培養創新解難嘅能力？今日嘅校園已經走向數碼化，生成式 AI 正改變學習模式，自動化技術令環境運作更高效。然而，真正嘅智慧校園唔只係科技嘅堆砌，而係如何善用呢啲工具，激發創意，解決實際問題，同時培養你嘅創新能力與安全意識。生成式 AI 正徹底改變我哋人類嘅學習模式。透過唔同嘅大語言模型，學生可以更加深入咁去探索到個知識，而老師亦都更加能夠精準咁了解到每位同學嘅學習進度。但係呢個變革咧，其實唔係代表用 AI 嚟代替我哋人類嘅思考，而係希望能夠釋放我哋嘅創意思維，令到大家能夠更加專注喺分析同埋創新嘅概念上高。呢個能力正係我哋未來嘅社會同埋製造市場所需要嘅重要元素。隨着校園數碼化嘅步伐逐漸加快，學生單係懂得應用科技去解決日常生活嘅困難已經係唔足夠㗎啦。我哋需要提升學生嘅創新科嘅能力同埋佢嘅資訊素養。舉個例子有啲學校已經應用到一啲 AI 嘅影像識別嘅技術去到判斷一啲嘅回收嘅物品。有啲學校佢有智能嘅種植系統，佢透過啲物聯網嘅系統去自動收集呢個數據，再用 AI 去分析，咁就可以達到增加佢嘅收成率。呢啲都係一啲創新同埋科技結合嘅校園嘅好例子。而家嘅自動化技術變得平易近人，學生唔需要深厚嘅編程知識就可以利用低代碼甚至無代碼平台設計軟件解決方案，例如打造自動化圖書館管理系統，或者建立校園環境監控儀表板。正因為咁，所以今年 Hong Kong Tech Smart Campus 活動，我哋會首先透過到校講座，加強大家嘅資訊素養，從設計思維工作坊幫助你重新構想創新策略。然後喺新程式人工智能工作坊，大家可以學到如何視覺化我哋嘅創意同原型，展現我哋嘅創新方案。最後，無代碼解決方案工作坊會教你點樣將呢啲想法變成實際應用嘅應用案例。智慧校園嘅真諦並唔在於擁有幾多設備，而係點樣去培育最有創造力嘅思維。Hong Kong Tech Smart Campus 2025今年已經開始咗啦，主題係如何利用 AI 成就明日領袖。喺呢度，我哋誠意邀請各位校長、老師同埋你哋嘅同學仔一齊嚟參與，一齊嚟探索科技如何真正改變教育。好啦，你喺呢度可以關注我哋嘅社交平台同埋網站，去了解最新嘅工作坊、比賽同埋展覽嘅資訊。就讓我哋匯聚創新嘅概念，融入智慧校園，成就無限可能。